今仔日透早，伫台南新化中正路的路口发生一个车祸，有一台轿车去弄到路边的变电箱，造成4颗雷的徛架是焦焦失电。台电是赶紧派人去修理，到在目前已经修理好势，互民众伫准备团圆饭的时阵有电通好用。 台电变电箱互人弄较歹去，大批的台电人员出动抢修。台南新化区中正路顶面这个变电箱，9号下午2点外，互一台红色的轿车弄到，变压器歹去，造成附近大停电。台电紧急调来2个新的电箱来换。20时44分许，于中正路发生一起民众驾车自撞交通事故。经调查，该员无酒驾情形，酒测值为0，全案依 A3 交通事故处理。 警方嘛出动，徛伫路口指挥交通，协助民众过马路。因为大停电嘛影响交通后自动停起。台电初步估计影响67户，因为今日就是29暝要围炉，不少民众无用咧准备围炉暗顿，只好暂停等电来。 即摆袂当煮啦，啊，即摆无物件好款啦，无电啊，该打了啊煮的电的，等下甲看喏。这控制啦，还没有出来。啊，围后门啊，这问题上介严重就是啦，1800啦吼，人内底后去急救。民众厝内暗暝摸，佮烦恼停电上久，冰箱内底的菜含实在会歹去，佮有民众厝内的电动铁门无法度拍开，靠着用手拍开门，拢走出来关心抢修的进度。 本来台电预估下晡1点钟前恢复，紧急抢修了后，已经提早2点钟完成，互民众29暝唔免烦恼，无电通用。记者李小文、赵冠台南报道。